今次6月28號，星期六暨沙田黃昏賽。今期推介兩位騎師騎馬俾大家參考下，分別係黃志宏同埋冠軍騎師潘頓。大家可能覺得佢哋係熱門孭飛，但好似上個賽日記零簽分享，只要心水恰當，熱門馬膽都可以有一定分頭。除咗馬膽，另外當然會提供我一啲配腳心水馬俾大家參考下。大家都係可根據自己記心水，作出相應記投注。大家好，呢度係賽馬零簽，運用報紙記黃大仙賽馬零簽，同大家解讀賽馬日心水。而家馬上同大家睇睇呢兩位騎師騎馬先。先睇第二場，第5班1200米草地。先同大家睇零簽，報紙對應第二場記零簽係第50簽，記得當年伍子胥。零簽講當年伍子胥逃難時困難重重，最後先可以後座吳王伐楚。先選黃志宏、韋達記，4號聖多多。講記係歷盡困難後最後才得勝，當然聖多多亦都可以話係困難重重。其次配腳方面，亦都有兩隻推介俾大家。所講記都係回應翻以上零簽記主題，會選14號伶俐標區同埋3號快樂老窩。所以先總結一下，今場第二場先推介大家黃志宏、韋達記4號聖多多做馬膽。配腳有3號快樂老窩同埋14號伶俐標區。下一場會睇第三場，第3班2000米草地。先同大家睇零簽，報紙對應第三場記零簽係第3簽牛山之木佳常美。此句零簽係因為祖師爺珍惜資源，摒棄惡習，才得美好，所以先選潘頓、告東尼記6號君子傳承。君子所有記品德才能，值得大家去學習，必須加以珍惜。其次配腳方面，值得大家珍惜記亦有2號愛心神區，神區所理解為此零簽，黃大仙賽馬零簽，偶有佳作，難道不值得大家去珍惜嗎？另外，能同你共患難共富貴記，亦都係十分值得大家去珍惜，故此再選亦可考慮3號共享富裕。所以最後總結一下。今場第三場，先推介大家潘頓、告東尼記6號君子傳承，配腳為2號愛心神區同埋3號共享富裕。最後祝各位朋友好運。